大家好啊！我呢個節目咧叫做看圖識股，因為咧我係中意睇圖嘅。大家咧可以叫我做 K 仔啊。其中一個我經常會睇嘅圖咧就係陰陽燭啦，簡稱就 K 線。我每次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2至3張圖嘅，有啲咧就已經買咗，而且可能咧就賺得錢嘅。咁當然都有啲蝕錢㗎啦嚇。有啲咧我買咗，但係都未確定係賺定蝕嘅。換言之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成功經驗，亦都會分享失敗經驗嘅，絕對咧就唔會報喜不報憂嘅。咁啊，提下大家啦，呢個節目咧純粹係分享投資經驗嘅啫，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嘅。我唔係咩專家，我都係一個散戶嚟嘅啫。大家就唔好隨便跟我買啊！今次咧係第一次。咁啊，講下我買股票嘅方法啊。簡單嚟講咧，我係算係一個圖表派啦，或者講我係先睇圖再睇基本因素嘅。消息咧我會睇會講，但係咧就唔會用佢嚟去決定買咩股票嘅。淨係睇消息咧嚟炒股有咩問題咧？我以後會用啲實例嚟去說明嘅。基本上咧，你可以話我淨係睇趨勢嘅啫。點睇咧？我都係會用實例嚟同大家講啊。唔會抽象同大家講嘅啊，咁如果講嘅投資咧，有啲係長期，有啲短期都會有嘅啊。今日咧同大家先講下咧呢個最近嘅即係呢個香港同埋美股嘅走勢。咁啊，先講美股先。咁啊，道指咧就喺2月嘅時候咧就創咗歷史新高啊！喺啱啱過去嘅星期五咧，輕微咁破咗5萬點。喺18同埋50天嘅平均線之上啊，咁但係咧標指咧就比較複雜啲。標指咧就喺1月嘅時候咧創過新高嘅，破過7000點，跟住咧就向下碌到去咧就破咗18同50天線嘅，而去到星期五啱啱嘅星期五咧，佢又再上穿翻兩條線喎。咁啊，我都唔係好知佢下星期會係點嘅啊，所以咧你可以話都幾波動下嘅。咁而家納指咧又唔同嘅喎，納指咧可以話喺3個指數裏邊咧係最弱嗰個嚟嘅。喺舊年嘅10月咧，其實佢已經創咗新高㗎啦，就去咗24000幾點。之後咧就反復覆咧，基本上個趨勢都似係回落嘅。一早咧就已經穿過而家都仍然都係喺18同埋50天線之下嘅。咁啊，週五都有反彈嘅，反彈嘅指數嘅比率都唔算少嘅。不過因為之前已經跌咗落嚟啦，所以都未翻上去咧18同50天線之上嘅。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大市咧未能夠話係即係美國嘅大市啦嚇，就未能夠話咧係整體回落嘅啊，因為咧道指同標指咧都算係喺高位，有啲橫行嘅睇法，有啲橫行嘅狀態啦嚇。但係都可以話咧係一個板塊輪動嘅，因為咧你呢個納指咧就向下碌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就係成長股就轉向防守股。咁啊，大家暫時咧都避開嗰啲成長股啦，例如科技嗰啲股咧就比較穩陣啦。大家聽到呢度咧，可能都留意到啦，就係我咧其實係用18、50天嘅平均線嘅。咁其實咧我仲會加埋咧200天線嘅嚟睇嘅。咁呢3條線係我最重要睇嘅線啦嚇。咁同時咧，我有個美股咧，我有一個指標我都會睇嘅，就係標普500嘅波動指數啊，俗稱叫 VIX。咁喺上個禮拜四啱過嘅禮拜四晚咧，佢最高升過咧係20以上嘅。咁好明顯啦，呢個數字咧越高咧，即係話風險越高啦。咁通常去到20以上咧，就屬於風險大㗎啦。咁但係咧，去到星期五咧，佢又跌翻落嚟17.76喎。咁啊，究竟係咪高咧？咁都算係高嘅，不過又唔係好高。所以咧，總之大家咧就唔好重倉美股啦啊！咁啊，至於港股係點咧？港股咧就喺
月尾嘅時候咧就破過27,000點，咁咧就一路上到去咧28,000，結果咧28,000穿咗啲啲之後咧，佢就即刻就碌翻落嚟啦。咁去到2月嘅初嘅時候咧，佢咧就跌翻去26,000嘅水平啊。咁咧事實上我哋如果再講得長啲咧，其實恆指喺2024年之前咧，其實已經跌過好多次，跌穿咧200天線㗎啦。咁啊，直至去到2024年中咧左右咧，出現一個一浪高一浪嘅形態。而咧2025年嘅10月咧，佢又開始咗一個 W 嘅形態。咁啊，跟住就破上去啦，結果但係又翻轉頭，咁啊都算係幾反覆嘅。咁啊反覆咧，基本上都可以話係港股嘅特性啦嚇。咁啊同標指同道指咧，由2020年一直至今一路一浪高一浪咁樣嘅一個牛市咧，就好唔同啦。其實上咧，2020年以後咧，標指同道指基本上都係只係出現過2次比較深嘅回吐，跌穿過200天線嘅，但係好快咧就會彈翻上去啊！咁所以咧，其實港股同美股可以話冇得比嘅啊。咁啊，大市形態咧就之後再有機會再繼續講多少少啦嚇。咁啊，今日咧先講下兩個你幾個啦個股嘅圖啦。第一個圖咧就係報喜先啦嚇。咁咧就係首鋼資源639一個港股嘅股票嚟嘅。咁可以話係我最近咧做得我自己比較滿意嘅一個投資啦。咁啊入場位係非常之好嘅。首先咧就喺2025年嘅6月咧，佢一直咧都係高於200天線上升嘅，形成一浪高一浪嘅啊。咁呢個都係我買股嘅基本上嘅習慣嚟嘅啊。即係如果佢唔係咁樣，即係整體上升咧，我就都唔會睺佢嘅。咁咧我就嘗試咧就喺舊年12月4號咧，我就想去捕捉佢呢個其中一個低位啦嚇。咁咧就純粹咧當時因為見到咧喺11月嘅27號咧有一支好長嘅下影線啊，咁啊成交好大，咁啊似乎咧可能係一個底嚟嘅啊。咁就於是咧我就覺得佢可能已經揾到佢嘅底部啦，跟住咧中短期底部啦嚇。咁跟住咧我就嘗試喺12月4號咧就入市啊。咁啊結果咧都算到估啱咗嘅，咁就一路咧就喺大概1月7號之後咧就上升嘅，升到去最近嘅頂部啦嚇。咁啊接住咧我就嘗試咧一下呢個杯柄形態啦，一個杯跟住個出現個杯柄啦，我就冇選擇到咧佢突破阻力位買入喎，我而家咧嘗試估下佢嘅杯柄底喺邊度。咁呢個做法即係一時得一時唔得啦嚇。咁我就喺底部嗰度加倉嘅我冇沽到原本嗰手貨，但係我就會加倉。咁而家諗翻起咧都有啲冒險嘅。當時咧唯一勉強算有啲跡象咧就係回調到成交冇大增，但又唔算係大量萎縮喎。通常咧如果你即係形成個杯柄嘅時候咧，即係輕微回調咧，如果佢係嗰個成交量萎縮咧，就比較近磅啲嘅，但係有好多時都等唔到嘅。咁喺2月4號咧，佢就出現個突破阻力嘅，即係向上嘅阻力就衝咗上去嘅，但係成交又唔大啦。雖然漲幅就好明顯嘅，有啲大嘅陽燭出現嘅。咁形成個新嘅頂部啦，咁都叫做形成咗一個杯柄嘅，好似係。但係咧，當時我最高嘅利潤大概係有15.5% 到啦。咁咧嗰陣時我就諗就話，只要佢唔跌穿18天線咧，我就繼續揸啦嚇。跌穿咗咧我就止賺鎖定利潤，就唔好倒蝕啊。咁應該都起碼有10% 嘅。咁呢隻股咧我都唔打算長揸嘅，不過就有啲股咧我就會好似呢隻咁咧，我會加揸幾星期就放噶啦。結果咧佢後來就回調啦，回調咧就觸及我呢個止賺位，咁結果咧我就
只賺咗10%啊！咁啊2個月以嚟咧有呢個回報咧，我自己都滿意㗎啦啊！其實啊，咁大家可以用呢個例子見到我嘅即係投資嘅風格啦，可以話係啊。咁接落去咧，我又講下美股啦。美股咧我就揀咗一個例子啊，呢今次係失敗例子啊，就係 SEI 啊，係一個太陽能股嚟嘅。首先咧，佢都係有一個明顯嘅上升趨勢嘅，即係由好早啦嚇，即係已經有一個上升趨勢嘅。咁啊，太陽能板本來都唔錯㗎，如果你睇其他嘅嗰啲 ETF 啦，好似 TAN 啊咁樣嗰啲咧都唔錯嘅。咁但係呢一隻咧就有啲出乎我意料之外啦。咁啊喺大概嘅2025年嘅11月開始咧，佢發展咗個 W 型嘅一個形態出嚟嘅。咁之後咧就有一個類似好似一個杯柄咁樣啦嚇。咁我嘗試咧喺佢突破阻力位嗰個位買啦，就55.6嘅。買入之後咧佢就冇爆上咯，反而有啲回吐。咁最初我以為咧佢都要消化下先啫嚇，點知咧結果喺2月4號咧佢大跌14%喎，咁啊搞到我就失敗咗啦嚇，咁啊止蝕咗啊，大概我通常咧都係得10% 以內我就會止蝕嘅啦。咁啊事後諗咧就 W 形態最好咧都係應該係第二個底咧，應該係低於第一個底會比較好啲，咁啊令到啲蟹貨洗得比較乾淨啊。咁呢一個就似乎唔係啦，咁啊我都唔係好肯定啦，呢個係咪一個因素啊導致佢失敗啊？不過一般嚟講咧，就越大嘅杯咧，就成功率越高嘅，呢個都啊。咁啊有另一隻同大家講都係美股嚟嘅 SLB 啊。咁 SLB 係一個石油股嚟嘅嚇。咁啊石油股咧就最近都算唔錯嘅嚇。咁啊佢咧喺2025年嘅10月以嚟咧都係一個上升趨勢嘅啊，就高於200天線嘅啊，甚至咧就漸漸咧離開埋呢個18天線嘅啊。咁所以咧我就考慮下買呢隻股票啦。咁啊，但係我就買得比較算係遲㗎。咁咧而且咧我留意到啦，呢隻股票咧佢喺2023年嘅10月到而家咧，形成一個非常之大嘅杯形啊，即係中間咧就有大概有1年有多唔係喎2年有多嘅一個運行嘅巨大杯形啊。咁呢個都會係我有陣時都會特別留意嘅，即係如果個杯係好大嘅啊，歷史好長嘅咧，咁咧其實就機會會大啲嘅。咁我想趁佢回調嘅時候買入啦，咁樣。咁啊事後睇嚟咧，我都係有啲買得早嘅。呢個都係我自己平時咧，即係我自己分析我自己咧買股票嘅壞習慣啊，即係忍唔到手啊，所謂嘅嚇。咁事後睇嚟咧，我都買得有啲早嘅。我咧就喺2月3號嘅時候咧，就見佢突破咗之前嘅兩棍啊。咁啊，我就買咗喺當日咧就49.9毫6咧就買入咗啊。咁啊，暫時都還可以嘅啊。咁啊，佢就而家算係形成橫行啦，有啲似一個杯，有啲似一個杯柄咁樣啊。唔知係咪啊？我都唔敢肯定，因為佢都要突破咗之後先至見啊。因為好多形態都係咧，即係都係事後睇翻轉頭咧，先至睇到嗰個所謂成功嘅嗰個形態嘅嗱。咁啊，最後咧就呢個 SLB 我會遲啲再同大家彙報下啦嚇，即係等大家睇下我究竟我係失敗定成功咧咁樣嚇。最後咧就講下我自己留意嘅板塊啦。注意啊，我就唔係好想俾 number 或 tips 嘅啊，淨係同大家分享下趨勢嘅觀察，同埋我分享嘅個股咧都應該係我有買嘅，我自己有買嘅嚇。咁亦都唔保證咧一定得㗎。咁啊，美股方面咧，基建、運輸、通訊板塊咧，我覺得都係強勢嘅，不妨大家留意下啦。相關嘅個股或者 ETF。而港股方面咧，就航空股喎，都係屬於強勢喎。另外咧有一個值得留意啊，即係佢未必係最強勢，但係咧都有一個上升勢頭嘅，就係奶類食品啊，值得留意。咁我自己都有買到一個，不過我之後咧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咁啊，我諗有啲人會關注一個就係一個貴金屬問題啦，就即係早排啲金啦、銀啦就升到癲咗咁啦嚇。
咁啊，甚至包括埋啲銅啊或者鋁啊都係啦嚇。咁啊，而家就一個大回調啦嚇，呢嘅由1月底開始啦係一個大回調啦。咁其實就回調咗之後咧，就往下嘅大跌空間就我估計應該唔係太大嘅啫，但係都會有機會再跌下都唔定嘅嚇。咁啊，但係從技術手勢方面咧，比較肯定一樣嘢就似乎就未係重拾嗰個上升嘅趨勢嘅。咁而咧反而咧，不妨我哋諗下咧，就其實即係好多人都會着眼於即係金銀銅啊，或者係其他嘅貴金屬咧，即係下跌。但係咧就冇留意一樣嘢，就係其實可能咧而家係講緊一啲大宗嘅商品嘅板塊內嘅一個次板塊嘅輪換，即係話可能咧大宗商品呢個整個板塊咧都未係真係話完全咧即係資金係撤出嘅，而咧資金咧係由呢個板塊裏邊嘅某啲商品，例如金銀銅啊呢啲咧，就慢慢轉向其他嘅商品嘅。包括咧石油啊、農產品啊等等啊，咁啊金屬其他嘅金屬會唔會咧？我唔係好肯定啊，但係石油同農產品比較明顯嘅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下。今日咧我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咧就再講我哋下星期嘅呢個股市嘅大勢同埋一啲嘅個股嘅分享啦。拜拜。